2026年教區擴展計劃籌款活動現已展開，衷心感謝各位教友過去2年嚟對堂區熱心嘅支持同埋捐獻，為支持溫哥華總教區各項福傳同埋牧民事工，本堂今年嘅認捐目標為51,200蚊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亦希望藉住教區擴展計劃推行堂區各項發展工作。今年共有9個項目，誠邀大家慷慨支持。第一項工程，聖堂正門入口整修。每一間房屋都有門，門係進入家園嘅入口。聖堂嘅入口象徵住我哋擺脫世俗嘅紛擾，進入天主神聖嘅殿宇，直達最神聖嘅祭台。因此，聖堂正門唔單止係一個出入口，更加係我哋朝向天主踏上信仰朝聖旅程嘅起點。但係目前我哋嘅正門入口擠迫嘅空間，無法讓教友喺彌撒前後彼此問候、短暫交流。遇到惡劣天氣時，亦缺乏足夠嘅遮蔽同埋等候空間。因此，我哋希望籌募4萬蚊，用以整修並開闊呢個區域，使佢更符合天主聖殿應有嘅莊嚴同埋尊貴。第二項工程，改善聖堂大門同埋側門。我哋聖堂嘅大門又厚又重，旨在加強保安，但係而家嘅門鉸已經唔能夠承受頻繁嘅開合，需要更換。同時，祭衣房同埋通往聖所嘅側門，為方便出入安全，亦都需要更換改善開關裝置，預計費用係8000蚊。第三項工程，側門入口電動按鈕裝置。講到門，好多長者同埋行動不便嘅兄弟姊妹，往往需要他人嘅協助，亦能夠開啟側門。經過多年嚟嘅忍耐同埋體諒，而家係時候安裝自動開門系統，透過電動按鈕自動開放側門，讓有需要教友更加安全同埋方便進出聖堂。為此工程，我哋需要籌募1萬蚊。第四項工程，修復彩繪玻璃窗附近窗台同埋窗戶。目前彩繪玻璃窗旁暖氣設備周圍嘅牆面，因為漏水同埋潮濕嘅問題，已經開始損毀同埋剝落，部分窗戶亦有破裂。對於咁樣嘅情況，我哋唔應該再坐視不理。若要全面翻修同埋維修，預計要經費15000蚊。第五項工程，更換櫃墊。喺聖堂下跪朝拜聖體，係對天主至高嘅尊敬，亦係對主耶穌臨在最虔誠嘅崇拜。雖然部分櫃凳喺5年前曾經更換，但係現時有啲櫃墊已經嚴重損壞，甚至有釘外露，有教友被釘刺傷，令人跪下嘅時候甚感不便同埋不適。因此，我哋希望能夠一次過更換所有嘅櫃墊，預計所需費用大概25000蚊。第六項工程，新聖歌集。喺舉行彌撒聖祭時，我哋藉住聖詠同埋歌聲，舉心向上，以最大嘅虔敬同埋熱忱朝向天主。聖樂不但為疲倦嘅人帶來安慰，為軟弱者賜予力量，更係為咗頌揚天主嘅尊威同埋光榮。按照天主教傳統，有啲音樂適合個人祈禱，
有啲專為禮儀而作。因此，我哋需要一本收錄更多禮儀聖歌嘅新歌集。天字歌集預計需要2萬蚊。第7項工程，手雕聖誕馬槽。我哋應該將最美好嘅奉獻俾天主，但係我哋而家嘅石膏聖誕馬槽已經出現破損。為咗與天主聖殿相稱，我哋考慮購置一組新嘅聖誕馬槽。多年嚟，神父曾經為其他堂區購置木雕聖誕馬槽，出自厄瓜多爾北部嘅伊巴拉，一位技術精湛嘅藝術家之手，品質極高，足以流傳世代嘅珍貴神聖藝術品，整組費用約2萬蚊。第8項工程，新無障礙洗手間。加利湖老院嘅耶穌聖嬰會修女，希望喺聖堂慶祝佢哋獻身生活嘅60週年同埋70週年嘅時候，但係無法如願，因為聖堂洗手間喺地下，需要行樓梯落去，好唔方便。年紀大同行動不便嘅教友都有同樣嘅問題。礙於現有嘅水管設施嘅限制，要做合適位置增設洗手間並不容易。然而，我哋已經有初步計劃，不過整項工程至少需要2萬蚊。第9項工程，正門同停車場增設照明設備。聖堂上層停車場同埋正門入口目前照明不足，學校與聖堂之間仍需增設更多燈光，以防止車輛同埋堂區財物遭盜竊或者破壞。增設新照明系統係關乎安全嘅重要問題，預計費用係32000蚊。如果你有意全額或部分捐助任何項目，請於教區擴展計劃捐款卡上注明你嘅捐助意向，或者直接與本堂辦事處聯絡。聖堂正門入口整修4萬蚊，聖堂大門、祭衣房同埋通往聖所嘅側門更換同埋改善開關裝置8000蚊，聖堂側門入口電動按鈕裝置1萬蚊，修復彩繪玻璃窗周邊窗台同埋窗戶15000蚊，更換櫃墊25000蚊，新聖歌集2萬蚊，厄瓜多爾手雕聖誕馬槽2萬蚊，新嘅無障礙洗手間2萬蚊，聖堂正門入口及上層停車場新照明設備32000蚊。本堂今年所有工程項目總費用係19萬，連同本堂需繳交總教區嘅51200蚊。本堂2026年教區擴展計劃募款總目標係241200蚊，建議每個家庭捐款金額係590蚊。感謝大家嘅關注同埋慷慨支持，攜手為天主同埋教會推動今年嘅教區擴展計劃。最重要嘅係懇請各位為今年募款活動嘅成功祈禱。